台中一位医师陈伟华为32岁开始陆续治疗4种的癌症，但是伊无惊讲，勇敢抗癌，佮帮助家有弱势。福州大馆文教基金会选为今年热爱生命奖的得主。 众人共同见证被称之为奇迹医师的陈伟华，迄选为州大馆文教基金会今年全球热爱生命奖的得主。32岁开始陆续治疗4种癌症，唔但勇敢抗癌，佮帮助家有等等的弱势，和基金会真感动。面对癌症的身心灵，怎么非常正能量的去面对这样的癌症？ 基金会讲，陈伟华捌做过营长甲803病院医师，未诊断出治疗癌症了后，嘛捌失智过。因过伫太太、亲人甲好朋友的鼓励下，唔但本身抗癌，嘛无要互任何人孤单面对癌症。利用我的医疗资讯，我能帮助这些穷人家，我就觉得我帮一个我就快乐一下。 针对抗癌，陈伟华医师嘛写册分享，鼓励民众时常保持好心情，和身体更加健康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